碌碌无为的 loser 服用了透明神药，意外打开了人多二脉脱胎换骨，逆天改命。可布莱恩原本是个一事无成的啃老族，幼年时就5次遭到学校的强制劝退，曾经又3次伪造过假的身份证明。在老师的眼里，他就是烂泥中的烂泥，唯一的梦想就是能组建自己的乐队，火遍全球。但多年来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娶妻生子，事业有成，唯独他还是碌碌无为的老样子。就连初恋女友也劈叉找了别人离开了他。可服用神药后的下一秒，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，瞳孔逐渐绽放出犀利的光芒，每一个坏死的脑细胞也被迅速激活。他的大脑已经远超出常人，得到了100%的开发，成为了真正的顶级强者。平时需要1个星期完成的工作，现在只需7天就可以轻松完成。闲暇之余，还通过唇语窥探了女上级的隐私，然后将对方死死的拿捏。看到街边乞丐的演奏无人问津，他直接上去秀了一波神级操作，结果马上就引来了千万的流量。放飞自我后更是嚣张，一个人单挑5名国际象棋高手，经过几轮的对决，5人纷纷落马。可即使布莱恩拥有这样的能力，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患有家族的遗传病，急需健康的肝脏做移植手术，于是他找到好友寻求更多的神药。可有人已经先一步赶到，杀死了好友。他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，果真凶手也是奔着神药来的。布莱恩凭借对好友的了解，在吉他里找到了仅剩的1粒，可还没等他高兴，警察就冲了进来。随后他果断服下神药，拿走好友的手机，跑到露天的阳台等待药效渗透进每一寸身体。面对警察的疯狂追捕，他丝毫不慌，在3岔路口前做出精准的预判，选择第1条会被事先埋伏的警察擒获，选择第2条会被迎面的货车撞飞。很显然，第3条最为合适。虽然逃出了警方的包围，但他最终也成了通缉犯。之后，布莱恩通过好友的手机聊天记录，得知还有2个人在服用神药，他们也很有可能就是杀死好友的凶手。可当他赶到时，发现其中1人已经自杀身亡了，但布莱恩的药效还在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他杀，是凶手伪造的凶案现场。